大家晚上好，我係客家仔兔神啊。今日咧有隻來自印度嘅客家朋友阿杰連哥來老我哋講客家話，麻煩你先老觀眾朋友介紹下你自家先做得冇？我係來自印度加爾各答客家人，我名喊到車，多車我車，中國的國，聯合國的聯，車國聯。我嘅祖籍呢就係和中國的廣東唔一樣，19世紀嗰陣走落來奧地利住，來俾伊奧地利30年咧。印度狀態嘅，就一直以來就我哋屋企都會講客家話嘅，所以我哋客家話都係唔一樣。你在印度，你係咪也曉講 Hindi 啊？烏龜法，我哋烏龜法少嚟講，但就唔係伊的 boy 啊。你出國35年咧，都冇看印度戲嘅咧話，今年2025我已經轉印度4年來，如果係即係我到印度就講印度話，你係曉講 Bengali 還係曉講 Hindi 哦？hindi 都叫做國語嚟嘛，我哋態度是講 hindi，但是佢哋本土人多半是佢哋講我哋唐是佢哋講嘅，都講嘅，咁樣老亞話，我哋就差唔多意思。呢多年我以前讀書嘅時候也有讀 Bengali，真聽唔明了，啱叫唔明讀嘅，hindi 唔到處全印度都可以用得到。你做得講幾句 Hindi 來聽下冇？ How are you？आपके कैसा है？你好嗎？हमारा नाम ठाकुर हम है हक्का है हम कलकत्ता से आए हैं अभी हम उम्र 50 स्टार्ट हो गया हम 19 उम्र से ऑस्ट्रेलिया में आए हैं我做我係客家人我來自印度是我出世我印度出19歲到今我喺澳大利出我一手轉印度因為我看一個都好澳大利所以我一手轉印度那你係咪特級話你也曉講哦？這個話當然就比印度話個小了我也出了35年也有看啲天使啊我朋友唔叫功夫法拍法我就想講功夫因為我哋看功夫戲嘛你有去過香港冇？就係冇去過，所以我印度出世，我來吃印度嘅華僑，感覺都唔錯啊。佢我哋印度華僑，一開始識到好幾種語言嘅，我哋不過係繁體字嘛，我簡體字唔叫看，我多半是看你簡繁體字嘛。那你一講幾句特級話來介紹你自家啦。Also, ich bin Sheikh und ich bin Hakka. Ich komme aus Indien. Ja, ich wurde in Indien geboren bis 19 Jahre. Dann habe ich nach Österreich gefahren. Über 35 Jahre. Und ja, ich spreche schon Deutsch. 講我都一樣，係來自印度嘅客家人，係呢個藝去到靠吉德，藝行做定呢度好多客家人冇？哇，除非過年嘅時節，其實可能嗰度客家人啦。我哋嗰個地方客家有兩個堂嘅，一個上市嘅一種堂嘅，嗰個堂就出啊個山。我哋嘅這個加拿大嘅堂嘅就一個堂出啊個橋個以下，嗰種我哋烏龜法個門頭，我哋講嘅多半是客家話嘛。喺上市嘅堂，人就本啊個山咧，和印度人嘅地位出嘅咧，印度話就比我哋印度話個好。我哋個上市咧就以前哦。有數分多年嘅，點即係話越少，點可能最多當外國人都含唔到2000嘅年啊，可能童年啊，好嘅嗰細細嘅就買童年仔啊，見到找唔到都我拆到嘅咧，一個屋拆到嘅咧，係啊，買到嘅咧，出國，一個人多半都出國，仲帶有點係要中餐，我出國時嘅中餐要時間，點係點轉些嘅時候，嘅中餐嘅或者嘅地方最少要啊，佢出國間都要，好多間嘅，出國中餐。佢採過，所以我哋呢個人做皮創成啲啊嘛，喺塔板人啊，喺唐人做皮創成啲嘅，見到冇乜嚟，唔多傳過嚟。喺 El Neo 蘇芬丁啲，我呢個城市啊，印度佢都唔來打手，喺 El Neo 地方。呢個藝上愛去印度格格達去撩啊，係咪過年啊？前時過去撩個要啊條童年嘅歡樂仔。個人鬧，個人鬧，嗰條嗰同年鬧，個人鬧，有呢個節目嘅就係啊，嗰個同要打死。因為記得 video 半看啦，我嗰陣時仲係去打護士嚟啊，我哋客家護士啊，你我係記得 係牧師？video 半。都搞啊喂，就話你禮拜過日我哋做去你跟人家不考啊，去拜神就被人護士客家史料啊，平時多半是你用功夫史料，黃飛鴻嗰啲功夫史料啊，就我哋以前就用客家史啊嘛，20年做客家史嘅，客家史就睇你只有一堂客家史。以前哦，我哋出師啊，過年嘅時候出師，要差唔多100都。要靠種90個棚客家事，90個棚坦嘅時嚟講嘛，係意思90個棚，意思要90個就唔用人出事嘅事條，見到最多當5、60萬，出份數嘅，二手。而講以前要90棚啊條屎啊出棚啊。係啊，90棚出廠，嗰人就要搣揀人士嘅拜神拿紅包啊，以前就做過要90個棚。
一個石頭，就 Wow. 是個龐氏。有冇 你聽過冇？videos or any pictures？就係客家石。外像我有外像，可能外有就佢哋放出外比嘅石頭嘛，因為那門口我哋客家石，還有客家石，就我哋一旁，我哋意思我哋插槍，以前一個石頭我講我插槍，意思我哋插人嘅槍人嘅石頭，佢冇嘅咧，佢俾人老人家，佢哋因他們老槍嚟嘅，因為老嘅一個所謂60、70歲嘅，佢哋插槍嘛插槍打插槍死嘅嗰個人，出事嘅人。伊個都老不嚟嘅，啊！你嘅好熱鬧哦，我哋呢個好啊好啊。烏龜，即係我哋開我哋護士啊，等我基本看，等我基本看。我依家對挨好個必定死掉，挨必定叫做客家死掉。多半是人用嘅功夫詞，我哋個來說，我哋見過人，我哋賺錢嘅，我其實我要去打死嘛，就我哋搞嘅客家死嘅嘛，啲客家死個蠢啲吧嘛，但係也好好搞，好好，未到很些時代嘅 feeling 啊 childhood feeling。真係好賺，賺而今年by 2025從印度嚟，後期哦，我都熟20個人，25人從印度嘅哦，，2025話黐到從安橋門做嘅，點咩咧？但係都印度一來一 L 呢啊，安定，我係度安，你係冇功夫咁邋遢嘅地方啊？點啊？邋遢，你客家話都安定啲，真係安 L 呢，而在奧地利係咪冇冇。要飛機到calcutta？哦，冇，我好 Innsbruck，我奧地利呢個西城之處，還冇 Innsbruck，我哋要去最近嘅飛機上處，唔係去 Zurich，去瑞士，但瑞士啊較好遠，我哋去最近我哋去2個鐘頭去 Munich，唔係去維也納，維也納我哋隔維也納過遠，我5個鐘頭坐火車，就我哋唔會去維也納，我哋去 Munich 去德國，德國嘅坐飛機坐印度，嘅必須。在印度而除開去過 calcutta，還有去過其他地方嘛？哇！我今日咪創意試咗3個地方，2個地方，一個甘布，做我嘅阿叔嘅妹嘅結婚嚟做呢，而都教啊嘅一個同鄉種嘅叫甘布樹，我都試咗甘布，我嘅表哥啊，我姑姑嘅阿哥，我哥哥，我姊姊，我哥哥嗰個阿嫂嗰個一個好，呢個比較地方好平咯，好少點點嘅唔得，我要坐飛機要去少點點嚟，你係已經到咗加拿大過年，咪試咗3個地方，加拿大甘布，嗰個試咗乜嘢啊？平嘅咯。Bangalore 係咩在西邊哦，在印度嘅西邊哦。哦，唔，南邊，South Indian，南邊哦，好大廈，我嘅蒙拜啊，你喺蒙拜冇？行過蒙拜冇？蒙貝啊，波利活啊，你喺就 Tamil Nadu 係要幾遠哦？哦，就差唔多就成分嚟喎，就成分嚟喎，當面嗱都是個大廈嘅啦，Tamil Nadu 講嘅話語就他唔識，啱食嘅South Indian，啱食，所以Tamil Nadu 嘅人係講 Hindi 冇？少咧，唔得少咧，那可以講 Hindi，啊，有人有我睇唔出，但係可能用唔落，因為 Hindi 係國語嚟嘛，多半是我哋先係多半是。我本印度佢提到我哋唔係外國人嚟講，我哋所以講 Hindi 嘛，我哋所以講 Hindi，我哋唔講英文，我哋所以講 Hindi 嘛。唔講烏比花花，我哋講唔知冇錯明係印度嘅人嚟嘛。你有咩當我哋係尼巴利，如果有咩當我哋尼巴人，但你我哋唔係尼巴人，我哋係中國人。如果作到我哋，譬如我哋尼巴，依叫做尼巴利教師嘛，我哋去佢哋嘗試做嘅，我哋冇亞橋，我哋客家話亞橋所冇檢查啦。警察做完了下來就基本上係尼巴利嚟，用尼巴利鬧事嘅尼巴利啊。你一後台我有一個印度嘅插牌啊，後邊看我同人名，後邊看上面邊看我係同嘅尼巴利嚟。係咩尼巴利嘅人也係講 Hindi 哦？係啊，佢哋係講hindi啊，尼巴利也講hindi，嗰個巴基斯坦佢哋也講hindi，但係佢哋好多 Urdu，佢哋冇 Urdu，但係講起來就我哋差唔多 hindi，但係佢哋差唔多 Urdu 嘛。所以巴基斯坦呢講華語也係通啊？係啊，見嘅印度同巴基斯坦打仗嘅啊，包死門咧，佢哋講嘅叫做原本講嘅話，佢哋係講嘅hindi嚟啊。係講外上去印度去唔同嘅地方旅遊啊，係講外校講 Hindi 就過方便啊。但你唔講地方唔同嘅話，佢哋就講唔用啊。即係個面皮膚個擦嘅話就個，哎呀，佢哋可能話啲唐人都知咧，哎呀，啲唐人嚟有錢咧，你就來搣嘢錢，知冇？佢哋就來啲把本咗啲把麻煩，一本啲把消費本嘅咧，專用。唔知可以抗議下嘛，對不？我那是嗯，唔驚我，我想我那就我提供五句話，於是我同你啱嘅標題嘅咧，你嗰度。出啊 INQ 嘅出世到佢我係個印度出嘅嘅，我佢話講話就俾人哋查哦，咪你做係印度出嘅唐人嚟嘛，
都唔會隨埋你買。即係印度嘅唐人都要印度嘅 passport。係啊，除非我媽媽就1949年出世，而家都拿唔到印度護照，要拿中國護照。我媽媽係中國護照嘛，我爸爸也係中國護照。而家印度獨立過後嘅時候，就幾多人出世，人都可以拿印度護照。你再講下hindi 多車要唔要講啊 शुक्रिया 多謝嘛 शुक्रिया？Shukriya 啊，你講得錯冇？Shukriya，啊 शुक्रिया 係啊，對啊。我揾不得，Nandri。我哋時常笑，我哋要教英文時常啊，南印度來嘅啫。人哋講嘅，二樓檢下二福凱聲言有冇講客家話？哦，我老阿妹講客家話，我奶講客家話，但係我奶就佢撐劍講，我妹就我同佢講客家。你阿妹做老二講客家，然後講 Hindi 冇？唔曉咧，我妹講韓國話都曉咧，我老婆係韓國人，聽二喺度講韓國話咯。唔曉你講，結巴嘅，曉講我愛你我都曉講啊，撒冷氣我都曉講。聽二老二喺講馬介話跳通啊？英文。講英文唔講韓國話，佢唔學客家話。我老婆曉聽客家話，而家曉講啲客家話。因為我媽媽叫我上班，我媽媽喊錯嘅時啫。一天同我媽媽講客家話，因為我媽媽唔曉講台語，唔曉講英文。一天同我媽媽講客家話，因為我媽媽同我妹講客家話就叫做學，而聽嘅時候就講嘅出啲白咯，老婆客家。我妹講韓國話，講台語，而咧閒時聽嘅兩個冇講英文，佢哋曉講英文。我拉韓國話也曉嚟講就。咁冇，所以嗰懶啲白講嘛，冇，我妹個叻講，我妹韓國書嘅時候寫，我妹韓國書嘅時候。哦，睇見咩後料同時呢咯？嚟搞佢，嚟睇啲搞佢寫嘅點樣叉燒麵，米米白又話嘅人哋客家人來嘅，人哋唐人來嘅，佢就冇聽冇嘅。